凯西笑号讲，问题实验的进行真正顺利，毋过过无偌久，为白色刻来的矿砂熊熊减少啊！过无偌久，对方迄个间谍就失去联络。因有法度理解中亚国家的复杂性，毋过即摆较特别的是，迄个间谍一失联，另外一人倒随出现啊，就是迄个亚洲人。伊主动甲美国情报单位的窗仔口致接，讲伊有因要爱的物件。迄个叫做夏利的满洲人，确实就是迄个夏利。毋过我先讲，伊毋是满洲人，伊是东土耳斯坦人。啊！员拢叫起来。凯西讲，夏利甲美国情报人员讲，伊知影 A 矿要去倒位找，毋过伊必须要先知影 A 矿伫遮的用途。情报单位认为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，这是东土耳斯坦独立运动的需要。伊安尼讲，我知影安怎去找到大量的 A 矿，毋过我需要先甲真正的专家见面。迄个东土耳斯坦人讲话有一种摇头。我要安怎相信你的话？夏利就提供一个中亚的坐标予因，请因去查证敢有矿砂。情报单位半信半疑。2天后，中亚的联络人回报，讲伊所提供的地点是伫吉里吉斯共和国趴远无人的山区，毋过确实是有矿砂。甲我真正情报比起来，迄只是一座小矿山尔。夏利安尼对情报人员讲。因用直升机甲夏利再来实验基地见面。夏利甲情报处讲，伊是东土耳斯坦人。伊的阿公阿扎德将军，就是互中共甲苏联诱拐，讲要谈判，毋过互斯大林用直升机载去苏联暗杀的5位东土耳斯坦领袖的其中一个。伊讲伊听过真侪伊阿公的故事，伊有甲美国情报人员讲，包括迄个甲全亚洲上大的矿区有关系故事。伊表示，假使美国愿意帮赞东土耳斯坦独立，伊会甲美国政府合作，提供一切需要的情报。凯西笑笑讲，夏利甲我讲话时并无摇头，更甲头细细，表情非常诚恳。伊讲伊所有的亲人伫中国的国民党甲共产党的手头拢死啊！过去伊需要的是武器，毋过伊知影，即马因需要可能是外交甲国际援助。伊讲因无科技，就算有 A 矿，嘛无路用，不如甲手头的 A 矿的资料交互美国，只要美国人会使替伊报血仇。我要安怎替恁报仇？凯西笑笑问伊，伊讲：恁爱先甲我讲，迄个物件用伫啥物所在？最后，
当然爱承诺，互阮国际援助。当泰西少校甲抗议批的计划甲伊讲的时，伊表示出受到安慰的表情。所以你愿意甲矿区的资料提供互阮啊？凯西问伊，伊无回答凯西，干那讲伊的资料还无够。伊讲有一张地图，搁伫日本人的手里。伫1933年，日本推行大满蒙计划时，有支持东土岐独立运动。下列的阿公阿早地的将军，甲矿区地图交互满洲人，因想要交换军事联盟合作。敢讲迄时的日本人已经知影铯矿的用途？丽云安尼问。铯矿本地就贵重，产量阁稀奇。迄时日本人为着工业原料甲矿产去到满洲，因当然会知影啊。凯西少校安尼讲。毋过，迄个时阵的东土岐人哪会知影即种矿？铯元素撞着空气，会发出微微的暗蓝色的光，有少数人会伫矿区看到。所以，有铯矿的所在，有时会有敢若阴府鬼火的故事流传出来。根据下列喙里的阿早地将军的讲法，日本人根据地方的传说去发现矿脉，安尼才有续落来的故事。毋过，伊讲地图伫日本人手里，安尼恁要安怎找找？丽云继续问。我嘛是安尼问伊。下日甲我讲，伊已经查出迄张地图的形状啊！伊讲，迄张矿区的地图即马伫一只日本船顶悬，迄只船啊，就叫做幻影号。观众人听到凯西少校讲到幻影号，雄雄拢惊一条，亲像失神去。所以即马。凯西少校讲：“即马换我来问恁啊，下日所讲的地图又阁是啥物物件？”喂，阮野新乡样，你该当知影嘛？丽云安尼歪头问文野新乡，敢若互人满真济代志的不满表情。文野新乡丢涂一针，手势头壳遐，过一时啊，才开喙讲，确实有一张地图，毋过，迄毋是一张，该当是半张尔。迄半张地图是我伫中岛乡小姐的旧物件内面找到的，真是有安尼的地图，伫幻影号。我想要先请教，阮的船会来遮，并毋是意外的。文野新乡讲，是意外，嘛毋是意外。我干那会当透露？恁的行踪有受阮掌握，后来恁的船有危险，阮算是有用一个小技术，互恁脱险。显然毋是小技术的，哈哈！虽在你意，反正我袂讲，
我想要确定，迄张地图敢正实有伫幻影河。